三道离风台的速度是真慢，目前已经对强烈风台转做是中度风台咯，可能会伫台南也是高雄的北边来登陆。市政府嘛表示讲高雄即摆已经进入7级暴风圈的范围。早起阁因为大楼基顶的水是淹到骹目，加在水真紧就退。目前高雄的大众运输除了集运20分钟一班车，其他的轻轨阁有公车、渡轮拢停驶。 透早6点外，高雄基顶中州山路水沟的水一直溢出来，因为迄时拄好电楼海水倒激，水脉淹甲大人的骹目遐悬。会啊，因为你台风还没有进来，你遇到涨潮，初山到了，它会涨越高呢。 这届风台拄到电楼，居民讲水淹2点钟才渐渐咧退。为着防灾，轻铁、渡船、公车拢停驶。虽望三道已经转做中度风台，却因为伊行较慢，市府提醒，可能会变做伫兴达甲以北或者是台南登陆，使到高雄受西南风的影响会更加严重。越往北登陆的部分，那我们高雄市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就会越强烈那所以。 风力有下降但是西南风的影响也会加剧。专家表示，三道的路线真罕见，虽望继续减弱，有可能登陆的时已经转做热带低压。那登陆预估上大阵风会到13、14级，民众就要注意下透强风。现在的一个预测，它大概会是在台南安平一带或者是北高雄这一带。 登陆，如果它在登陆之前没有消散的话，那但是也不排除它的这个强度呢会在减弱的更快。风台也未登陆，高雄三明区一个工地200透早凶险倒去，民众的乌托邦拄好互陷着，厂商已经来甲车刷走，也承诺会赔偿损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